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互你拢总的病。请咱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首，阿伯兰的上帝。请起立。阿伯兰的上帝，万冠统治万物，古早就的讲万世。仁爱的主，当以主人的殿，天顶的当今，就获得我上主生命的光。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
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请咱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听我的杯倒满出来。你用油抹的头壳歹势。你的稳定之外，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得到主你的稳定疼痛满满，搁一遍保守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遮要来敬拜，要来学你。特别上帝是阮，值得阮敬拜学你，因为你是万权能的特别上帝。亲爱的特别上帝，阮即时也为着阮伫日常生活中间检查，阮有做的过失，心内做有误的。主啊，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阮无意中来所犯的罪过，阮伫遮主认罪悔改，恳求亲爱天父上帝你，使阮赦免阮的罪，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亲爱圣神，阮也感谢你，想使阮堂教会徛起伫即个社区，阮相信有主你美好的旨意，阮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来充满祝福伫阮的牧师、阮的长职同工、阮的兄弟姊妹，大家同心合意，互阮的教会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成做社区所有人的帮站来迎神益人。主啊，毋是靠着阮家己有啥物好所行，阮相信阮是倚靠你的圣神，毋是倚靠阮家己的知识甲经验。阮也感谢主，阮即时特别要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献上祷告。特别上帝，你是万权能的大医生，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的神。阮恳求你圣神坚固，互阮病痛中的兄弟，大家有信心来牵调伫你，得着主，你是阮人民医治。主，阮也感谢你。今仔是台湾广播社文艺事工，伫130几年前，包起个牧师来到台湾来创造这个文艺事工，希望这个文艺的事工会使联动本土，宣扬福音。恳求你的圣神大大的充满，祝福这个文艺事工的进行。天父上帝，恳求你的圣神也大大灌入伫司都牧师今仔正道。拢有主你圣神引带保守，也激励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信仰，互阮搁较热心来服侍你，来迎供特别上帝。阮也恳求圣神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祈祷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阿免。今仔圣经是伫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1节到第9节。
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这个代志以后，有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耶稣上去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近阳门的所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水池边有5个走廊，伫走廊有真侪病人倒伫遐，有失明的、骹歹的，甲半身不遂的。有的草本有得等水叮当，有时主的天使会落来池里，甲水拍叮当。水叮当了后，头一个落去的人，无论什么病，拢会好。伫遐有一个破病38年久的人，耶稣看到伊伫遐，知影伊已经伫遐倒真久，就甲伊讲：“你爱好起来无？”迄个病人应讲：“先生，水叮当的时，无人通甲我抱落去水池。我想要落去的时，别人比我先落去啦。”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床铺起来行。”迄个人随时好起来，就举伊的床铺起来行。迄日是安息日。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我
正道进前，咱要先来请大家来看这个影片，广播社准备啊。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伊有4个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会做啥物人？”的确，4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广播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广播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广播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广播要全面换做大字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广播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广播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有当时我家己无看，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要搁去对读。拢对广播社的教会广播，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做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邀约，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小事费力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你，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广播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正道，咱请苏度牧师，今仔的正道题目是上帝的团契，上帝的团契。牧师，两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非常欢喜的当，来到咱的教会来请安来报告。嘛，感谢广播社的社长会当邀请我来，会当允准我来啦，我才有这款的机会，甲大家相见面，
即款对我来讲是足欢喜，嘛是上帝恩典我甲牧师嘛是足久的朋友对青年开始做青年事工，到即马要做上年头毛拢是对学头毛开始到拔头毛这是真好的一个学习的经验啦搁一摆代表咱的广播社伫遮甲大家说多谢。久长以来，咱对文字事工有真好的参与甲支持。对总会来讲，文字事工毋是干那事工尔，伊嘛是宣教一部分。所以阮对文字事工是一个宣教事工，所以不只是对总会嘛好，对地方教会嘛好，拢有真好的帮助，咱继续加做这宣教事工的同伴这是伫遮代表公报社社长彭牧师伊个董事长来伫遮甲大家说多谢所以因头拄有真好的报告甲请安我要搁一遍，搁来报告因的事工一档5000几万的迄个需要请大家继续来祈祷、关心甲参与这是代表公报社伫遮来邀请大家继续来参与这样这款的宣教的事工头拄咱所读的圣经，咱拢知影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伊伫犹太人的节期就耶路撒冷。咱拢知影耶路撒冷是啥物所在？咱拢知影，伊是犹太人宗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等的中心的一个所在。会当讲是亲像咱的迄个台北首善之都共款耶路撒冷不只重要，因为伫遐有一个所有犹太人信仰的中心伫遐就是圣殿踮伫遐。耶稣基督伫犹太人的节期就耶路撒冷，对伊的惯势来讲，伊常常煞到倒个，伊拢会去会堂，也是会幕，也是会当组织求救耶和华名所在，伫遐敬拜上帝。不过即摆，伊毋是安尼行，伊翻转来到一个小小的所在，遐所在内底有一个嘛是真小的水池伫遐，所以因号这水池叫啥物？必须带水池为遐这。对咱的信仰来看，耶稣即款的，无入去圣殿内底，去甲迄个宗教领袖、有祭司、有圣经学者，阁有法利赛人伫遐，无去遐甲伊做伙敬拜上帝，也是去遐来计划伊的拯救的伟大的即款的工程。伊翻转来到一个济别人的所在，圣经甲咱讲，青梅摆卡会高大呀，伫遐济别人遐听候。伊来到遐创啥？为什么无去会当互伊的身份，会当互人搁较娱乐的所在？伊来到济别人的所在。这对咱来讲是虾米款的价值甲提醒无？对我来讲是绝
足轻的足轻的即款的领袖。为什么？耶稣以来的是一个有意志、有愿望，会当互别人紧生活命的所在。因为必须带水池就是即款的所在，伊有意志、有愿望，会当互别人有一个快乐，会当改变因的活命。所以耶稣以来即款的所在，伊来到遐，我嘛相信，咱的教会久长以来，诚侪这所在的愿望，诚侪这所在会当改变活命的所在，嘛诚侪这所在的意志，所以咱用耶稣基督的名所起造的教会，点伫遮，我相信耶稣基督嘛不是伫咱的中间，因为上帝以爱是有意志、有愿望，阁会当互别人改变活命的所在。所以伫遮非常欢喜，会当用上帝团契甲大家来分享。上帝团契当然毋是干那教会尔，可能是咱所起造家庭，咱点伫这所在社区，咱安怎样互咱的家庭、咱的社区，甚至咱的教会，会当有意志、有愿望，会当互别人有即款的快乐，更新因的活命。这是不只要紧，对咱的信仰来讲，是真好的教示。所以，上帝团契爱有即款的价值，咱的性命莫有即款的价值。了解这求主人民咱会当有即款的快乐，会当互别人愿望，会当互别人改变活命，即款的快乐。咱若是继续来看今仔日圣经，耶稣入去遐的时，伊看到倒伫遐38担，毋是倒伫遐38担，就是破病38担的人。毋过倒伫遐偌久，圣经无讲。毋过耶稣知伊倒伫遐真久，所以耶稣基督伊就就近伊，甲伊问：你要得到好吗？破病38担的人安尼应耶稣讲：主啊，最叮当的时，无人通扶我落地，到我来的时，别人带身落去啦。哇！这段圣经，互我心内足心酸酸的，知无？为什么？我头拄仔有讲，必须在水池是一个会当互人意志、愿望甲更新活命的所在。为什么有缘有一个倒伫遐真久，无人帮忙伊，互伊带身落地？这对咱来讲是有啥物款的？即款的信仰的反省。所以伫遮，耶稣不时伫提醒咱的性命、咱的生活，爱不时爱去了解别人的需要。耶稣知影破病38担的人的心思，所以伊主动就跟伊甲伊问：咱有即款的快乐甲智慧无？不是提醒家己去了解别人的需要无？所以伫遮是耶稣教示咱爱诚侪伊拯救手。咱的性命起造是要诚侪别人的福气。
举一个简单的例来讲，做妈妈、做爸爸的咱，敢爱起做咱的性命，诚侪咱囝儿的福气、甲幸福、甲安全，诚侪子孙的咱，敢会当起做咱的性命，诚侪咱时代的骄傲。这性命，就是咱的信仰的性命，爱起做的，是上帝以爱耶稣基督爱咱，照伊的模式去舞伊的圣工。所以耶稣基督诚侪咱的模样，伊会当主动就近破壁38档的人，咱嘛会当安尼主动就近咱所熟悉的人，需要咱甲伊馈纳、甲伊关心、甲伊帮赞，互咱的性命诚侪真好的价值。为什么宣教是对了解别人的需要开始？因为在耶稣基督时代，永远亲像今仔日时代同款，条件好的人永远会当得到更较侪的机会，更较好的资源；条件唔好的人永远伫遐听候别人的帮助。咱来想看卖，若无耶稣基督入去必须在水池油门遐的时，咱袂当想象，迄个破壁38档的人，毋知要倒伫遐等偌久，伊的性命敢会当改变？所以咱爱不时去提醒家己，要安怎样诚侪别人的帮助，诚侪别人的福气，甚至是要诚侪耶稣基督拯救的手。这是咱基督徒的使命，嘛是上要紧的一个信仰的功课。咱做伙来拍拼，做伙来提醒家己，安怎样诚侪别人的帮助。你现在讲到呾，要去做一个有意志、有愿望，会当互别人今生活命的所在，以及要诚侪一个耶稣基督拯救的手，敢有遐尼简单？哦，我相信，咱的头壳一定足侪迄个 question mark 伫遐一直想，敢有遐尼简单？家己的家庭都足无好处理哦。莫讲是社区，要安怎起造一个有愿望的一个社区，也是咱所起造教会，咱所有的会友，咱会当去了解因的需要，这拢是无简单的代志。不过，这就是咱的信心的功课。第8节、第9节，做伙来想看卖。我相信，若是安尼，可能这代志更较好做哦。第8节，耶稣基督对破壁38档人讲：举你的坡仔去行，伊叫起来，举你的坡仔去行。哦，现代中文译本是民城，哦，迄个城破，哦，哦，举你的哦，举你的哦，应该是离开，哦，离开你的城破去行。你遐这咱想看卖，坡仔是啥物？伊是这破壁38档人，38档以来，伊安稳徛起的所在。
伊性命的保障的所在一个物件。耶稣基督今仔日甲伊讲起来，牙，你知无？牙是啥物意思？伫原文内底，毋是敢若摕走尔呢？是甲伊讲离开爱办十，爱离开你的婆啊，爱办十你的婆啊。爱一个破病38当人安稳徛起的所在，要离开办十，迄个命的时阵，敢有遐尼简单？我一直安尼想，敢有遐尼简单？咱的阿伯兰信仰的爸，75岁，带伊的某，伊个老婆，甲伊的前世离开伊的本地本土，伊老爸的家的时。敢有遐尼简单？我一直受这信仰的功课时，一直去受这款的。为什么阿伯兰会当有这款的快乐？伊会当安尼遵趁耶和华的旨意，离开伊的本地本土，伊老爸家。虽望伊为去甲咱地拄着这艰苦甲困难。伊的前世，伊的老婆常常互对敌的人攻击，伊的某2摆险遮侪别人的某，你晓这为什么阿伯兰会当有这款的快乐？上主要是伊会晓憔悴耶和华的欢喜。伊毋是憔悴伊家己的欢喜，若是伊要照伊的欢喜来看，伊伫本土本地的时阵，伊是大地主，伊的生活条件有偌好，土地真济，佮萝卜真济，佮真色嘛真济，伊会当伫遐足快活到伊过身。毋过，若是安尼，阿伯兰就袂当比作是阿伯拉罕。若是安尼，伊的某撒来就袂当比作是撒拉，比作是万邦万国的老母。就是伊憔悴耶和华的欢喜，毋是憔悴家己的成就、家己的欢喜。咱要诚侪一个会当诚侪别人的福气。会当诚侪耶稣基督拯救的手的时，咱的确爱憔悴耶稣基督的欢喜。我嘛相信破病38当的人倒伫遐时，耶稣甲伊问：你要得到好的时，伊一定伫憔悴耶稣基督的欢喜。为什么？原来迄个婆啊，嘛是主动伊起来行路的一个物啊，一个物件。其实你要晓这，咱所有人拢有这款的婆啊，敢毋是安尼？咱所安稳徛起的，咱所瓦靠的这款的物件，若是主动咱亲近耶稣的圣工。若是主动咱遮侪别人的办暂时，即款的物啊，咱会当甲阿伯兰共款，甲破病38当人共款，会当办十无？会当离开无？足侪人见证，我较早有偌好。到尾，我拢甲伊办十。我亲像保罗共款，看作世间是迄个土粉，我憔悴上帝欢喜，比作是专职的迄个上帝工人。有人侪有即款的见证。伊讲我有一个朋友嘛是安尼甲我讲，我较早伫
迄个台积电上班，一个月偌济钱，薪水偌济，毋过我即马要做传道，济人有即款的见证。重点毋是伫遮，你较早有偌好，即马有偌艰苦，都是为着耶稣。我毋是安尼讲，上主要是咱有憔悴，上帝欢喜无？爱成就伊的圣工无？咱的教会嘛好，咱的家庭嘛好。伫遐起做咱的生活时，有不时去憔悴耶稣基督的欢喜无？也是要一直安尼受，要拄着这困难的时，咱一直去反省，若是耶稣基督要安怎做？有即款的反省的能力无？若是耶稣基督，这问题伊要安怎面对？伊要安怎处理？耶稣基督看到一个无人办站的人，伊就亲自伫遐甲伊讲：“你要得着好嘛？”耶稣基督看到别人互别人欺负的时阵，伊就踮伫伊的身躯边，安尼讲。无犯罪的人，都会当用石头甲伊砍死。你晓这，咱拄着这问题，伫咱的生活、家庭嘛好，社区嘛好，也是教会圣工嘛好，咱想看觅，耶稣的欢喜是啥物？若是耶稣基督踮伫咱的中间，伊要安怎去处理？这是爱咱的信心去学习。伯兰，伊毋是无犯错，伯兰知影憔悴耶和华的欢喜，伊就变做咱的信仰的爸，伊就会当有济好的，包括咱。拢是伯兰的后裔。我嘛相信，信心的功课伫这838档的人成就，所以伊就离开半煞伊的城堡，伊就去行。咱所有人，我相信。嘛有即款的谱啊，咱若是会当憔悴耶稣基督欢喜，会当用信心来知影耶稣基督伊的旨意的时，咱就会当去做一个我头拄所讲的上帝团契上主要的迄个价值，伊伫5万。会当互别人改变活命，咱的性命嘛会当伊的价值，嘛会当增加，诚侪别人的帮助，诚侪耶稣基督拯救的手，咱做伙来拍拼。今仔日是文字时间，我相信文字嘛是宣教一部分，我相信。可能袂当来到遮的人，会当透过文字，嘛会当透过咱的影片，嘛会当透过等等的服侍，伊嘛会当感受到有信心快乐伫因的中间，会当面对因所拄着困难，来诚侪耶稣基督真好的见证。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多谢，咱做伙来压头祈祷。感谢主，互阮用短短时间来分享你生命的话语。
安怎又要敲锤你的旨意、你的欢喜，互阮的性命、互阮的圣工，会当亲像你的团契同款，有医治、有愿望，会当有气力改变别人的活命。求主你安尼祝福，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心，请咱来做伙吟诗，为了上帝，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请起立。真实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佑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生命。主，我要听你。真心真意，因为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真心。为荣光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为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请坐，这是来奉献，请宜玲执事甲文人执事，甲胡老师
请咱起立。主耶稣，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遮三甲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学乐你。阮今仔日众兄弟姊妹为着你的圣工奉献担保，求主来感纳阮的心、阮的金。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谢谢。报告大兄。即马要请迄个校规学校，来，咱请学规学校的营长何谦来主持，上时带这个带互大家呈现吼。来，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今年学规学校的营长，今日要来报告。阮报告就是用阮做好的影片来互大家看，大家来，阮即马来看卖。睁开眼，众星辰在天，看见神的大作为。在每一天，请歌颂神美好；在每一夜，彰显神的大智慧。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你手所造。万物都看见，你造这美丽的世界，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你手所造。我与众天使一起来赞美你的名。人主活主。
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人的信心刚强壮，人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人的信心刚强壮，人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好，大家即马会当看阮的边仔有老师在准备，阮请老师起立，阮来跳一首歌。你的衣衫所有从来都몰랐던 거죠. 언제나 나와 함께 있어줄 소중한 사람들이. 가끔씩 내가 지쳐 혼자라 느낄 때 언제나 내게 힘이 돼준 사람들을 잊고 이제 힘들어도 지쳐도 쓰러지지 말고 당신의 일을 생각하며 일어나요. 사업이 실패했어, 사랑이 실패했어, 그 어떤 것도 당신 쓰러뜨릴 순 없어. 알고 있죠, 세상에 당신 혼자가 아니란 걸. 주저앉아 슬픔을 하고 있을 때가 아니란 걸 아는 걸. 우리 모두 일어나요, 손을 내밀어요 모두 다. 내게 손을 잡아요, 그리고 하늘을 봐요. 우리가 함께 만들 세상을, 하늘을 그려봐요. 눈이 부시죠, 너무나 아름답죠. 마주 잡은 두 손으로 우리 모두 함께 만들어가요. Oh, baby. 어둠에 둘러싸인 세상이, 그 속에 쓰러져가는 모두들의 모습이 우리 마음속에 있는 믿음과 사랑이 크지 못하게 가로막고 있다 해도 다시 시작할 수 있는 굳은 용기는 일어설 수 있다는 걸 알고 있어. 눈물을 닦고서 밝아오는 빛을 맞이하며 높이 웃겨서 모두들의 행복한 미소를 그려. 둘러보면 너무나 가슴이 아프죠. 세상에 가득 차 있는 믿음과 아픔들이 나를 서로를 미워하는 그런 마음들이 조금만 가슴을 열어 우리 서로의 사랑에 나눠보고. 우리가 서로에게 조금씩 사랑을 보일 때 서로에 대한 믿음을 키워나갈 때 싸울리로써 기분 나쁜 일도 없어. 서로 찡그리면 다툴 필요 전혀 없어. 우리가 꿈꾸는 눈부신 빛이 저기 있어. 아름다운 세상이 바로 저기 보여. 우린 여기 서서 이렇게 말하고 있어. 우린 ABC. 우리가 함께 만들 세상을, 하늘을 그려봐요. 눈이 부시죠, 너무나 아름답죠. 마주 잡은 두 손으로 우리 모두 함께 만들어가요.好，即马阮请阮的下几下的小朋友出来，互大家看阮
即马有准备一首歌，小朋友嘛要跳互大家来看。阮小等一下哦。阮台湾的学生准备好。好，小朋友帮我往前一步，小朋友帮我往前一步哦。好，然后伸出你们的手，跟旁边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帮我手打开。好，准备好了哈。来，第一排帮我再往前一点。第一排。好。
我必狂野执着，我必不迷不退缩，不害怕，不动摇，不放弃，因我深信你是不改变。来，我们来一会当起和家长来头前来翕相。来翕相哈。好，拍完照了哈。来，我想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等一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再你们再出去，这样好吗？好，那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不只是谢谢他们，也谢谢我们在带领这一次夏季学校的这一群年轻的老师，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他们。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赏识你的宝贝在我们当中，我们深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求主特别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的年纪多小或多大，主，我们深信你都爱我们，要与我们同在，求主的恩典就满满的与我们同在，特别赐福给这些辛苦一个礼拜的老师们，求主祝福他们在这一个历程当中去经历上帝你丰富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么丰富的夏日飨宴，求主祝福，愿我们都记得这个时刻，今天的这个状况。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咱搁一遍用拍普啊声来得下音。报告，请咱报告大声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床铺起来行。迄个人随时好起来，就举伊的床铺起来行。约翰福音5章，请咱做伙来念。耶稣去床铺起来行。迄个人随时好起来，就举床铺起来行。约翰福音5章8到90。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床铺起来行。迄个人随时好起来，就
就举伊的床铺起来行。约翰福音5章80到93。侍奉的部分，请咱的同工兄弟姊妹大家来看。就间的聚会议员，请兄弟看；奉献的部分议员，请兄弟看。然后唔对部分，请办公室来更正。消息报告。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文艺团队奉献主日。咱欢迎咱头拄苏杜牧师傅甲咱做正道吼。咱议员伫遮来感谢伊来遮代表总会来报告。咱请大家甲拍鼓。文艺事工的内底有真侪的内容，请咱兄弟议员咱家己看一下吼。7月份的定期中职会，就是伫等的第2场的礼拜后结束了，要来召开，请中职来出席参加。中职会了后要煞开小会，请小月员出席参加吼。下主日团队部第1摆圣诞节的筹备会议，要伫第2场礼拜了后来召开，请部员各个团契的会长来出席参加。第2，欢迎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同工要来咱教会分享吼。儿童的资助计划，咱请看咱的教会电梯有一寡海报吼。教会消息，第1就是陈于安的神学生，伫7月1到8月27，要伫咱本会暑期实习吼。逐项的服侍求主来保守带领。第2， 2023年2023年7到9月新眼光读经专心信靠主，欢迎去办公室来领取。第3，请各区的区长办公室来领取65岁以上7月份的生日的关怀礼券吼，适时探访。教界消息议员，请咱家己看特中少年训练部的少年事工，咱请看一下。大岛的事项议员，请咱兄弟来关心。下面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头一项当然是介绍司徒牧师是我进前伫总会服侍的时阵的同工，上时也伫真侪。迄时阵伊做青年委员会主委的时阵，上时后来做总会的议长，以及现在做总会事务所内底副总干事，阮拢有真好的交谊。所以今仔日会当特别来到咱中间，咱小可听会出来，伊是原住民对无？小可听会出来吼，伊是大陆古的这族的牧师，总是咱听有伊讲台语，有啦吼，袂歹啦吼，真赞对无？真厉害对无？吼，咱搁一遍来拍谱来多谢司徒牧师伫咱中间。咱看到伊迄纹身吼，就知影伊是大陆古也是台亚的族群，总是伊的台语其实是表达得足好。咱求上帝特别赏赐，互伊伫总会事务所的工课真正有利益，是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大个教会的事工，特别是伫原住民的事工内底。第2位，我要小可介绍的是，随上咱过去半冬内底，咱有一位台神的见习生伫咱中间，总是伊要对7月份开始，就伫咱中间来实习。于安伫咱中间，陈于安，请咱拍谱来欢迎伊吼。我有甲伊讲，见习甲实习是无共款的，所以伊嘛准备好心，后礼拜要伫咱中间来讲道。咱求上帝帮助扶持，互伊，咱嘛为祈祷啦吼。伊第一遍讲道，咱求上帝帮助，互伊伫语言表达甲话语顶头，真正会当堪得徛上即个讲台，也有上帝赏赐伊的教业的智慧。这是于安。上尾我要邀请咱大家来互相关心
第一项就是关心咱的教会，咱即摆咧有选，其实有选就是为教会祈祷的过程。我要请咱为着教会来祈祷。第二项代志就是请咱特别关心咱身躯边侪咱的好朋友。我嘛要特别邀请咱特别为着素儿节妈妈来祈祷，为着素儿节引导来祈祷，求上帝特别赏赐怜悯，也帮咱夫妻，互因经过最近的这段时间，求上帝也帮咱，实际上永伯也嘛呾手术了，咱为着因全家来祈祷。特别咱爱多谢对7月份到8月份伫咱中间指挥担任圣歌队指挥的董云老师。咱有发现，董云老师转来到台湾了后，伫咱的教会才会服侍，透过总提琴的服侍，真正互咱的礼拜搁较无共款。所以吼，咱我免讲伤多，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若看到伊的时阵，会当来讲多谢，愿上帝祝福，使用伊手中的乐器，生命中的水。祝福齐恳，请咱来吟圣诗第397首。请起立。愿主赐福予你，愿上帝恩典献着你，也愿主必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接着，请司徒牧师。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谈信心的快乐，通甲正兄这同在，甲你撒甲伫地，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点杠，给的。
平安礼，请咱两人的厝边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请。